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四眼仔 AI 足球分析，我係四眼仔。我呢條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AI 分析網絡上面嘅球賽往績數據，去模擬球賽結果。如果覺得內容有趣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唔講咁多，我哋馬上開始。進入2026年1月底，英超爭標陷入膠着，阿仙奴以50分領先，曼城46分，同阿士東維拉46分緊追其後。阿仙奴正面臨賽季最大挑戰。雖然阿迪達強調球隊強勢，但近期對曼聯、利物浦同諾定咸森林連續失分，3場僅攞2分，反映進攻效率下滑。數據上，托沙特同基奧基尼斯雖然各入5球，但球隊場均入球已降低到去 1.82。列斯聯喺法基帶領下26分排第16，最近10場聯賽淨係輸咗1場，展現強大韌性。核心射手加維特利雲攻入9球 ，XG 值為 8.9， 表現極穩定。以下係模擬預測，模擬顯示阿仙奴控球率預計達 62%， 但係喺列斯聯緊湊嘅352陣式面前，滲透成功率將比賽季平均低 12%。同時，列斯聯攞到入球嘅機率高達 68.4%。模型特別關注阿仙奴防線隱患，沙列巴同天巴嘅傷病疑慮，可能導致防守層次感缺失。拿波里最近正處於一段艱難時期，喺聯賽0-3輸俾祖雲達斯後，周中歐聯又以2-3輸咗俾車路士，遭遇連敗。費倫天拿則表現得極具侵略性，但防守欠穩。佢哋過去5場各項賽事全部踢出雙方進球嘅結果，包括周中杯賽1-3輸俾科莫。麥托文尼依然係拿波里嘅中場推進核心，而費倫天拿則依靠摩斯堅恩衝擊拿波里近期脆弱嘅防線。以下係模擬預測。模型模擬顯示，拿波里喺主場擁有約 52.4% 嘅勝率，但考慮到費倫天拿進攻端嘅活躍度，拿波里今場失球嘅概率亦高達 61%。數據強烈傾向雙方進球，預計會係一場進攻節奏極快嘅對碰。西甲第22輪，巴塞隆拿雖然領先皇馬1分，柏迪右腿筋受傷，令佢缺席1個月，呢個係重大打擊。模擬顯示巴塞進入進攻3區嘅傳球成功率從 84% 降至 71%。亞爾切排第12，主場表現堅韌，5勝5和1負，具備應對強隊嘅極端防守能力。以下係模擬預測，巴塞喺冇柏迪嘅情況下，淨勝2球或以上嘅概率跌咗 15%。雖然巴塞會贏，但預計係苦戰小勝。拜仁慕尼黑目前50分領跑，雖然上輪輸俾奧格斯堡，遭遇賽季首場敗仗，但周中歐聯以2-1擊敗 PSV 燕豪芬，漢堡則排喺第14位，目前面臨極大嘅進攻危機，18場聯賽僅入17球，係全德甲火力最差嘅球隊，而且正處於5場不勝嘅低迷狀態。哈利簡尼以21球領跑射手榜，配合助攻王奧利斯嘅14次助攻。拜仁嘅進攻效率遠高於聯賽平均水平。以下係模擬預測，模擬顯示拜仁客勝機率高達 82.5%， 而拜仁零封獲勝嘅數據概率超過 50%。呢場德甲係數據差距最明顯嘅賽事，拜仁優勢傾向為減 1.5 球。馬賽周中歐聯0-3輸咗俾布魯日，被淘汰出局。全隊急需喺聯賽重拾尊嚴。巴黎 FC 雖然曾喺法國杯冷門擊敗 PSG 引起關注，但佢哋喺聯賽主場表現極差，已經連續6場聯賽主場未能攞到勝仗。馬賽前鋒格連活特目前以12球位列聯賽射手榜首位，係今場最危險嘅進攻點。馬賽本季場均控球率達 60%， 傳球成功率接近 90%。模型分析顯示，佢哋客勝機率約為 62.5%。模擬預測，馬賽前60分鐘無法破門，機率達 48%。雖然巴黎 FC 具備爆冷嘅韌性，但數據顯示馬賽整體實力高出一截，傾向支持馬賽全取3分。總結今次模擬嘅核心發現，拜仁同車路士最穩陣。
巴塞同阿仙奴要防範贏波，但比數差距不大。中意入球嘅朋友記得留意利物浦同拿波里場次。你哋又覺得呢一日比賽賽果會係點？個諗法係咩方向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今次分析內容唔錯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係四眼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